来看云林东势乡一间土地场，昨确诊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，抬掉5200多只土鸡。云林动植物防疫所表示讲，这是今年寒冷以来头一场喂到禽流感的饲鸡场。嘛因为天气已经较凉冷咯，禽流感会真时惊，所以呼吁民众都要做好防疫。防疫所的人员当日无用太湿，云林东势乡一大鸡场20小时出现有鸡仔反常死亡，主动向云林动植物防疫所通报。经过采检送验，确诊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，是云林县入冬以来头一波疫情。一所接获东势乡主动通报，黑鱼养鸡场疑似感染禽流感疫情，本所于22号送验结果确认为阳性场。即启动扑杀，共销毁了，共扑杀了5000余只。防疫所表示，云林县对年初到即阵已经累计20场确诊。最近东北季风增强，气温降低，为着避免疫情扩大，周边半径1公里的55间禽场拢列入监控的范围。农业部防检署嘛呼吁主人都要提高警觉。的上游国家日本、韩国，它在候鸟，还有包括在那个家禽场。疫情都发生得很严重，我们就是会在那个高风险的热区，就它可能有发生禽流感或者是后野鸟比较多的这些县市，的这些热区，我们会针对这些禽场去做加强的查核，来提升它整体的生物安全。农业部防检署表示，最近全世界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真严重，经过分析，甲野鸟迁徙有密切的关系。加上国内有野鸟验出禽流感病毒，病原进入国内禽场的风险变悬。呼吁主人家禽若是有反常死亡，都要主动通报。若无照规定通报的人，上悬是会当罚100万的罚款，而且台杀未补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